你的都两边没有了走，你的变作是猜给猜题，因为两边有火山，因为两边有河水。两边做的太厉害，可以看下心情太上冲，轻声细语，轻轻猜猜，走在前面动一大东西。一老外，没有外，一老外。你的都两边没有了走，你的变作是猜题，因为两边有火山，因为两边有河水。两边做的太厉害，可以看下心情太上冲，轻声细语，轻轻猜猜，走在前面动一大东西。muốn đong mỗiปีngày xong hai cái số của cái tổng súng哦，真金的葱的东西嘛葱，也是要谋生，不要紧啊，没关系呀，我晓得。看你看，这酒里面。有啊，拿着你，好啊，拿着鱼啊，没钱没这有钱的，拿着不用来的，不用来，不用来。来过一下啊，哇，你看呐，哎，这阿哥呀。那个今年的吼，你看，哦，莫很多哦，下次要买吼，这买动多钱的嘛，没问题啦，这行都不用你救了，人家买的钱哦，没有分你失红了，这样嘛，哦，你在讲嘛呀？妈，那你讲好嘛，对嘛？那今天你腿被掉了嘞，哦，这下我不用你下次哦，莫弄公法，听见冇？拜托你啊哈。而且喂啊，我打电话啦。我马上打啦。喂，哎，今仔无限电脑都做完啦，哦，哎，开批的啦，哎，去冲个加分一下。好啊，对，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手站起，趴下，把球下掉，趴下，向前，趴下，往前射，追紧去。好的，来，我打开。好，那个。左手拿过来。回答。坐下。有那个正确位置啊。脚打开。好，坐下。没事哦。还一个。冇啦。没了。你有事吗？你是谁？叔叔，哎，拜托一下啦，我出門嗰陣屋下冇鎖，你講我要出嚟，我咩事，你知我呢啲事情真同我咩講一下呀，哦，好啦，拜托啊，哦，好啦，我知啦，阿伯冇人用啦，好啦，有冇卡？嚟我看啊，哦，拜托啊。来接。
还是。开批的，哦，你去你们家乡拿台湾火锅了？咩？上哥，路里面嗰邊買貨當貴呢？啲樓幾掠條，爭到神浪下來啊！你點乜嘅喏？係唔去就去啦。哦。啊？就這個，什麼東西啊？这个就是我阿嬷特制的配方啊，不管你是被虫咬、被蚊子叮、被车撞，还是被鬼压，通通都有效。被鬼壓也有效。对啊。雾起码还跟酱油一样无标。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？来了来了来了，轻一点。来把脚放。这边是不是？在招药。对啊。哎，你问国文的，他之前有用过啊。真的、啊？有啊，挺有用的。忍耐一下哦。伤得不轻。啊！哦，很痛哎，很痛哎。这大力推才会推得开。忍耐一下。可以了吧？等一下。教授。哎，首长，还想口啊？来来来，走。哎，很强啦，很强啦，要拜，他打就辛苦了啊。唔會啦，唔會啦，哎係應該嘛。哎呀，今日咧，我無太解釋嘅壓力，咁無想到吼，我哋案件就破嘅，我夜擺啊，開免費嘅時間，一聽到老太家多爭取就會福利啦，吼，我看廿一年吼。無做周兩台人去，一喺查下本事嚟嚇。唔是啦，唔是啦。啊，行啊。哎，來呢？啊，好茶。哦。誒，係啊，所長，夜擺捉到山佬厝嘅吼，佢貨馬沙當到吼，係唔係全部做保送嘅？誒，叫幾個全就會保送你啦。收到。但只有兩件事情啊，應該要繼續查而已啊。今日嘅後尾，聽說有個台嘅集團控制點。咩？向上條？唔講我係乜嘅意思啊？咩？你講較清楚啊！講較清楚啊！好啊，也是講較清楚嘅啊。今日要做山路厝，迄幾成巴庫，迄本影像嘅，全區嘅公記亭亭，也安尼講好嘅。下年真經我去查嘅，迄好路厝嘅，用嘅有清楚無？朋友。一神奇哦嚇！唉，作血攞出嚟，眼盲是彈過嚟啊！迄個所長啊，警官部吼，他搞來眼演嘅大屌絲，哦，按骨頭挨槍哦，雙眼嚇，他搞咗衝下過來哦，啊，哦，響三條，衝下過來嚇。係這啊，眼無限，還有報告嘅。唔會啦，唔會去啦。錯啦，每場調價，即講羊毛嘅新嘅消息，只會麻煩同步一下。我哋唔開個點嘅，對個牛總區嘅來去啊、門路應該講清楚。即講肯定需要，只會麻煩聽數一下。阿 V 啊，那位老太伯無強用啊！那位講年前的地方，開店做生意，又無聽說老山老厝有關。我好點點的搶因天數，叫因做警察，又會做乜嘅喏？唔啦！香腸啊，有幾飛啦？我聽冇天數嚇。作血攞出嚟。
啊，所长来，紧啊！哎呀，经过较接就会出来哩嘛，哈！所长酒量越来越好哈，经过较接就会哩嘛，哈！来，入面我向上了，来啊！来，睇架姜媽嚟。好啊，好，睇下叫我你邊啊，來。来，出来！哎，杨伟啊，吹拉声嘛，再吹落去啊！来，坐下來，坐下來，哎，这样，还有事情，我先走一点。呀，我先轉啦，我轉坐低啦，來，點解邊啊咁轉啊？嚇！哎，好啊！那你有拉冇？坐得，我比一比。上，喊你坐上了啊！现在，苏总，先坐。来，谢谢。好，好了，排谁哈？偏手哈。所长，我要去跟阿星换班了。好。阿姨，你们慢慢吃。好啊。你好好些。系啊，还知识啊，再搞一起来哈。阿嫂，我应当等你啊，应该醒来。死鬼，无太无事。人家喺台北来嘅，较唔啲事情，无按计较。咩？你都要不做嘛咯？差多安係，你點解了幾多嘅？人家賺很多錢啊，了掉又唔會死。我係成年人咧，佢天劍數到嘅，科無下去嘅話，我嘅信用會出問題啲嘛？唔係做生意嘅，我唔係做生意嘅，我係做警察。我見係騎衝嘅呀。主要因為啲人係警察咧，古數莫怪我有一年我不做，我啲樓梯反完會上山，係因為我乜啲幾種啥哪一棟穿一棟，冇讀到就算，逼讀到我一天做，冇強樣嘅嗬。他也好，唔都會熬奶啊！呢，唔談清楚啦。唔係講老牛莊股拿冇捱法，咪本出審審。好，派出所要唔起捱復卡。做唔得做主。呀，唔到到嗰個撲天樣係冇，唔同阿叔嘅唔可以查啦。呀，司機啊，哪個10歲都要，做係冇古實，又拍實，點啊？
伊有讲咧叫伊开嘛？冇咧。小慧，过来一下。来，坐。你告诉所长，小杰那天打电话给你说一些什么？啊，没关系啦，你说，我们不会告诉小杰说是你说的。小杰说，他可能会留在台北吧。喂。喂，小杰啊。哦，喂妈。不好意思，妈妈今天要加班呢，会晚一点回去哦。你可以自己吃饭吗？我已经在吃了。OK， 那我回来再买宵夜回来，哈。阮老兄要穷用，总会上个是无要做事情的，个阿爸无法度啊，因为是讲上戏就戏啦，吼，因为เรายังไม่穷下伫台北阿爸地啦，袂像，袂老阿爸穷下阿爸嘛地咩，好啊，即个关系就好个啦，吼。阿爸嘛真想你的嘛，你下几个呀？你下几个呀？阿伯，阿伯，挨做落的，哟，这个诶，奶奶啊，老太家去乡下去食饭啊，
有出到了比动奇怪嘛？我记得我头摆伫台北哦，嘛的事情做毛，当落来无一救，就得到安尼了吧假吧的，真经动奇怪。你以前有较太调调的哦，讲无伊救哦，毋止毋迄洗煮的，就迄太杂煮的，面滚滚。哎呦喂，来，你讲嘛啊？因为来个。来，张代表，你好，这个你看看我们啊，我会配合你们丰年祭啊，我们就做这个门面啊。你看这个图，这样做的可以吗？可以的，可以啊，有那个原住民的特色啊。有哈，可以哦。你看那个门面，感谢那个改造，配合丰年祭这样做了。对。好，丰年祭18号、19吧，对不对？18号是有那个贵宾来宾都会来。20号那是参加那个关山镇的莲藕丰年祭。20号，你好。哎呀，受众，张宏有搞呆啊，那个牛樟菇要带去销毁了啊，要收好啊，东西要收好，知不知道？有啊，收回。知道哈。好，没事。不好意思。20号是我们合祭，每年的第3天都是合祭。会不会太红了？不会，比较暗。你都已经画了，这样就好了。对不起。郭文，今天怎么又是你值班？丰年祭啊！啊？丰年祭。李坤，拉一下，我旁边。再过来，再过来。阿照，今天不是你让你值班吗？阿伟，你帮我画一下那个肚脐环好不好？东区不是很多女生都会戴那个肚脐环，你帮我画。画这个干嘛？丰年祭要用啊。丰年祭。不用啦，丰年祭就观光活动嘛，出去指挥交通一下就好了。还要支援这个啊？你说什么？你都不注意了，这我们乡下大事情呢。难怪台北来。不是啊，那等一下谁去巡逻啊？你啊，我。好，算了，我自己去巡逻。对不起哦，中午帮我订便当。钥匙在桌上啊。观光活动，这个是。
哦。谁？小朋友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来，刚刚是你打我，对不对？是你哦，刚刚为什么打我？啊？为什么打警察？不知道。哦，还带凶器，没收。转过去，转过去就好。我看你还有没有子弹。伟啊！哎呦，莫甲囡囡仔计较啦，迄明仔载要丰年祭，即摆咧练习安尼啦。就算是这样子，也不可以袭警，知不知道？在这边很危险。哦，你不要跟那个哥哥计较，他新来的。去空一点地方玩去。你出来巡逻安尼哦？对啊。看你寒老家呢，老家呢，啉一下凉的啦。别闹，我还有公务要巡一下。我是安尼哦。无下暗来遮佚佗啦，来啉一下安尼，好。阿伟哥，怎么看起来要嘟嘟？干嘛？气死了！你们这边的小朋友都会袭警的。哦，你等一下还要帮他们课后辅导。啊？我刚被打，我等一下还要帮他们课后辅导。对啊，来喝水。叽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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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叽，狂吹，狂吹，狂吹。收总，收总，狂吹，狂吹，狂！你这个这么干哦？大胆狂徒！见到本夫，你为何还不跪下？受众啊，你认为呢？王朝马汉。哎，受众，其中啥中了的？啊，中了？哎，你来呀！来呀！狂吹，狂！战火为最。老爱什么？炸！什么？什么啥？炸！你条条个做乜嘅喏？呢？站！站唔啊！挨着你咧排练，去派出所丰年祭有节目，受众去曝光，挨去展招，竟唔当然做坏人咯。还坏人啊？有冇去搞啦？受众。说情不准。站！站！哦，怎么了？站！受众，就下来呢？就下来啊！赶走！赶走！赶走！壮，什么事啊？狗头子，伺候。哦。小赵，我过来啊！小赵，我过来。挂后了。干什么？又不是当兵，很像执行带哎。哎呦，穿啊！哦，
明天再穿就好了啦。哦，你明天大家都把它上了，你穿给谁看啊？怎么上啊？马拉上喝嘴醉了。哦，好奇怪。哦。哎，嘿，有冇见啊？你丰年祭冇行吼，你有冇去天顺啊？啊，像个香港人们想要去皮肤，迄种人，唔就我想伊多。哎，我哋去皮肤，人叫上去呢，人是没有手的呀，当中来了。 先生，你到底想干嘛？哦，我那有做嘛？你第一啊？接了。温嘛，温的，对，对。会啊。对。 葛照，你嘛意思啊？马个意思？你干嘛虐待嘎比？虐待小朋友跟猪小妹玩一玩，你就说成是虐待动物，你很夸张啊你！玩一玩哦，有没有看到你最近什么样子啊？所里的事情都不忙，就做这些奇怪的事情。什么奇怪的事情？哎，这是丰年祭耶！丰年祭又观光啊，有什么了不起？你不要乱说，我乱讲吗？丰年祭啊，就你们几个大人玩一玩嘛。 大家喝酒跳跳舞啊！小时候我阿妈家义民庙也是这样啊，没什么大不了。怎么样？难怪啦，丰年祭是我们观光警察可以配合的一个部分，你懂不懂啊？你才刚来才会这样想。我不管啦，就算这样也不可以虐待小动物。没有人虐待小动物，小朋友只是跟他玩，你就说的是虐待动物哦？那你们都市人喜欢把宠物关在家里，那算什么？ 爱心呵护我，大惊小怪，我懒得跟你吵啦。该不喊，改造，改造，莫喊，妈你样啊你！
所长，兄弟，怎么样？刚刚表演不错，把你们嘉年华弄得更热闹。嘉年华？对啊，你可以不要再用这种字吗？本来就是啊，大家这样子吃吃喝喝、唱歌跳舞的，那个一样的太阳，嘿，就跟大外没什么两样嘛。喝酒喝成这样，不要喝太多嘞，想太多。我还没念完呢，等一下。大拜拜哦，嘉年华哦。啊，怎么了？别用你无聊的智慧来定义我们的丰年祭。什么大拜拜，什么嘉年华？别吵架。你干什么啦？来大炮！哎，干嘛了？哎，干嘛让我犯台湾？干什么啊你？他莫名其妙。哎，大家都自己人，干我什么？上次我上完班冲进来打人，有什么好好讲就好了嘛？你干什么了？你这啊！好了好了好了，动手动脚，你喝太多了是不是？不要自以为是哦。还是痛，真的很痛。看不出来力气这么大，跟卡车一样。看不出来你屁股那么硬，跟石头一样。对不起。上次你阿妈那个药膏还有没有啊？再拿来用一下。有用哦。谢谢。客气。我是说谢谢你阿妈。我会跟她讲。其实丰年祭还蛮精彩的。好看吗？那你还会觉得它跟大拜拜一样吗？对，有在生气哦。没有啦。其实我以前啊，自己也很排斥原住民这个身份，所以我从来没有对别人说，从来也没有人发现我是原住民。可能是因为我的国语说的比别人好，然后台语说的又比别人还要溜。后来我从警校毕业，在台北服务3年，可是我一直有一种很不协调的感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可能是因为我没有白白的皮肤，我身上穿的不是漂亮的衣服，然后口袋里又没有多少钱。
后来我请调回台东，回来的第一天啊，我在路上就看到一个阿美族老渔民，他背上背着渔网，手里拿着小米酒，嘴巴念念有词，一边把小米酒泼向河，一边把小米酒泼向大地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看了好久，我才知道，那个就是我啊！原来我找了很久很久的答案，就在这里。你知道吗？现在的原住民年轻人每天都在注意潮流，追随流行。他们盲目的追求，那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身份没有认同感。丰年祭是我们唯一可以教导他们的东西，它对我来讲真的很重要。对不起。来，干杯。好了，明天再来要给你查。哦，对不起。小赵 ，Amis。哎呀！小杰，走，我们去跳舞，走。很好玩哦。
坐在，叫做客家拳，哎，哦哟，哦。俺不是警察哦。